后来乡亲啊，伫这个马寿饭甲杀肉去了后，高雄市长陈其迈第3届甲台南市长黄伟哲来呛赌，讲这个高雄6股的温泉是世界一流的，台南只会当排第2。黄伟哲马上甲陈其迈呛转去，讲台南的关仔岭是全世界3大泥浆温泉之一，这高雄是要安怎甲台南比呢？两个市长安尼一句来一句去，呛来呛去，无形中嘛推销着高雄甲台南的温泉地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伫行销6股的温泉。黄伟哲市长还要比温泉吗？为肉燥饭拼到杀肉鱼，即马要搁拼温泉，陈其迈搁下战添。黄伟哲一日听到消息了后，输人唔输阵，随伫面册顶面写讲天下第一冷泉伫台南。虽然每家都不一样哈，但是还是留给他哈，跟抢第2名，第1名还是留在我们高雄。是讲这边怎比关家来看台南这个上有特色的关仔岭温泉，乌乌落落，这使美化皮肤、消毒疲劳，是全台唯一。那高雄呢，是强大美容效果加美景。来到六龟泡个美人汤，往窗外望过去，就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山中美景。温泉成分是碳酸氢跟氢盐泉，那泡起来呢，它是非常滑的。那有我们这边的总固体容量又是目前全台湾最高的。高雄比较好一点。我干嘛六龟温泉汤喝？关子岭是全世界，不是全台湾，全世界3大泥浆温泉，他拿什么来跟我们比？这摆正会烧到山区的温泉，两位市长有够爱比，互相做假相丁，嘛将高雄甲台南行销出去。